镜头来看夏威夷的毛伊岛发生大规模的火烧，已经确认到93个人死亡，有几百个人失踪。真侪民众拢质疑灾害的警报系统歹去，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灾情。因为目前靠真侪当地饭店来收容灾民，有讲毛伊岛若要重建，可能要开价1700亿台票。厝全部毁了，车也烧甲只剩壳。夏威夷毛伊岛顶礼拜起发生严重野火灾害，到达夺走外百人的性命，有1.3万人的百年小镇拉哈勒毁损严重，死里逃生的民众看到散作遍地家园，唔知要安怎。Everybody's dead. There's dead people in the water. 海边有志工接力，协力团送船只运过来的物资。大批体力民众是暂时踮伫临时搭建的庇护区，因为目前至少有4500人要去失踪。旅宿业者随即提供500个房间安置居民，位伫丹香山的大型会议中心也设置做紧急庇护所，上侪会当容纳4000人。The little things are such a big relief. Toothbrush, soap. They gave us towels, shampoo. 目前灾害调查也在进行，真侪灾民指责政府的天灾示警系统失灵，造成真侪人一直到大火烧到厝门口，才向公逃生。There was no warning. Like I said, I was paying attention on my phone to the news. Nothing to worry about. The next day, when the storm passed by, all of a sudden, my apartment went black. When we opened the door, it was orange from the fire. 毛伊岛外口上的厝烧掉，中间有个爱开55亿美金，相当代表1700亿。多数居民恐惊无力负担，当局已经想要甲旅宿业者参详，希望提供受灾户以较俗的计数，暂时租用饭店房间一段时间。另外，岛上有挖30座通信基地台无法度运作，岛属西北部的电力系统有计需要几礼拜抢修。当局表示，目前新市肯及所属3派区域无排除死亡人数也会阁升悬。公视新闻牛眼编译。